好家私員工案例直擊，同小編一齊嚟開箱位於皇后大道西嘅翰林豐全屋家私。設計師幫屋主喺玄關訂咗個薄身半腰鞋櫃，3層設計都夠晒屋主一個人用。而喺原裝櫥櫃到窗台之間嘅位置，就做咗一組大櫃，巧妙咁收埋咗一張旋轉餐台，一轉出嚟就可以用。食飯同辦公話都冇咁易，一推就可以收起餐台。屋主有部電子琴，放喺呢個特製嘅長形櫃桶就 fit 晒啦。仲有好多儲物櫃可以俾屋主擺嘢添，旁邊就預留咗一個單人書台位，台面做咗穿線孔同線槽，電腦可以整整齊齊放好晒。另一邊就係全屋嘅焦點所在，到頂嘅大書櫃係為屋主嘅藏書同裝飾品而設，中間層架加裝咗一隻趟門，淺灰色櫃門配落深灰色櫃身，為沉穩嘅氣息添上一個留白嘅空間。書櫃每層都加裝咗 LED 燈帶，直接將書櫃變成一整幅藝術牆嘅效果。睇咗咁耐，究竟屋主喺邊度瞓覺呢？開放式單位其中一個熱門選擇就係訂做隱形床啦，將隱藏喺梳化背後嘅床箱反落嚟，就係一張3尺半嘅單人床，日頭收起身，又有翻一張梳化可以坐。係咪冇諗過單位細細都可以整得咁靚呢？如果你都需要訂做家私，歡迎 WhatsApp 我哋，或者上嚟門市揾我哋嘅設計師傾下啦。